龍到底係長歲嘅象徵，定係災禍嘅化身呢？點解喺《西遊記》入面，龍王會被孫悟空欺負，但係喺《冰與火之歌》嘅權力遊戲入面呢，龍母就可以抵禦萬軍。屬龍嘅你，如果都想知道自己嘅名到底有冇改錯，又或者係點樣可以解鎖你嘅真龍潛能，咁今集以下嘅內容就唔可以錯過啦。我今集內容除咗會講解屬龍人士喺改名嘅時候要注意嘅事項之外，仲會講述點樣發揮你屬龍嘅特性，應用到喺職場、人際同埋生活方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 YouTube 頻道知命心方，我係 Jan， 係一位命理同埋心理嘅諮詢師。喺呢個頻道會同大家分享一啲關於玄學、命理、心理同埋成長思維相關嘅資訊。而我哋今集嘅主角咧就係辰龍。龍喺12生肖入面咧就排行第5，而辰月咧就對應翻農曆嘅3月，即係清明直至到立夏之前，而時辰咧亦對應翻朝頭早嘅7點至到9點。咁五行咧就屬陽土嘅。龍同雞就係我哋成日講嘅龍鳳配，係屬於6合嘅關係，而龍同馬騮、老鼠就係3合嘅關係。龍除咗係天界嘅生物之外，亦都象徵住皇權同埋力量嘅。喺以前古代好多皇帝咧，亦都會自稱自己叫做真龍天子，認為自己係龍嘅化身啊。甚至乎喺風水啊或者係命理學入面咧，龍其實同水咧亦都係息息相關嘅。所以喺好多電影啊或者神話故事入面咧，我哋唔難去發現龍咧總係會同雨水咧聯繫埋一齊。因為其實龍咧，亦都代表神呢個字咧，就係代表水庫嘅意思，亦都象徵住儲藏啦、轉化、矛盾，甚至乎係機會。而辰呢個字咧，亦都係華蓋星，通常會好容易同宗教啊、藝術去結緣嘅。而屬龍嘅代表人物咧，分別有毛澤東啦、馬雲、雷軍、李小龍、成龍、李嘉誠，甚至乎係黎智英、梁洛施、張曼玉等等咧，都係屬龍嘅。唔難發現啊，屬龍嘅人咧，通常都會有一種果斷啦、自信嘅特質，有一種咧可以好容易去吸引其他人去跟住佢嘅氣場，亦都有資源整合嘅能力，所以咧佢哋好容易會成為一個團隊入面嘅中間人。所以屬龍嘅朋友，你不妨可以利用你呢一個嘅優勢咧，將你嘅資源整合咧，成為你人際關係唔同圈層入面嘅橋樑，好好利用你人際嘅網絡，將唔同嘅資源啊、人力串聯起嚟，變成你自己嘅龍脈關係網，又或者主動幫你身邊有潛力嘅人啊，或者團隊去幫佢哋引線搭橋，將佢哋互相串聯起來，令到佢哋嘅專業化可以互補。好多時候正正係因為你哋咧扮演住一個關係中心點嘅角色，所以當一啲矛盾啊、衝突發生嘅時候咧，你更加應該用一個中立嘅立場咧去幫雙方去達到一個共識啦，亦都可以用你嘅幽默感咧去化解呢啲嘅僵局嘅。而屬龍嘅朋友對佢哋自己嘅目標其實好明確啦，身邊嘅人咧好容易會發覺到佢哋有一種王者嘅氣質，而令到佢哋咧喺職場啊、人際關係入面咧，好多時候咧都係佔據一個叫做主動嘅地位。例如喺工作入面咧，佢哋亦都可以發揮佢哋嘅領袖特質啦，去激勵到其他人。而佢哋嘅習慣咧，可能會等待一個機會嚟臨之前咧，就採用一個善速待發嘅態度，令人有一種好似潛龍深淵嘅感覺。而佢哋喺面對危機嘅時候咧，亦都可以相對用冷靜嘅態度去應對。但屬龍嘅朋友咧，好多時候咧，其實都會冇乜耐性啦，甚至乎係變得急躁啦。咁呢方面咧，亦都可以加強一下嘅同理心，甚至乎咧，佢哋自己其實嘅內心入面咧係好多矛盾。因為辰呢個字咧，除咗解水庫，亦都有儲藏嘅特性。好多時候佢哋會收埋自己真實嘅感受啦。當佢哋嘅忍耐力去到一個上限，準備要爆發嘅時候咧，就可以想象好似一個水庫會決堤咁樣樣。講完屬龍嘅朋友容易會有嘅性格特質啊，同埋點樣可以發揮你哋嘅優勢之後咧，到底喺改名嘅時候咧，又要注意啲乜嘢咧？咁我首先會同大家解釋一個概念先，因為其實咧喺姓名學入面咧，改名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，可能係配合三才五格啊、陰陽啊，甚至乎係生肖啊、命盤結構等等。而點解我會採用生肖嘅忌用字呢個方式，而唔講喜用字咧？因為咧就當用屬龍做例子，1976年啦，咁丙辰年天干咧就係屬火，地支屬土，同埋2000年嘅庚辰年天干咧就係屬金，地支係屬土。雖然咧兩年都係屬龍，但係咧五行嘅結構上咧已經好唔一樣啦。所以即使咧我提供做喜用字咧，都並唔係所有屬龍嘅人士去適用嘅。但係用忌用嘅話咧，大家咧都可以盡量去避免使用呢啲字眼。而第一個屬龍人士喺改名嘅時候，就要忌用一啲口、門、山、田、草花頭、月字部嘅字根，就好似國、關、蘭、州、同、圍、南、鄰、豐、利、餘、殷、符、方、山、家、森、安、容、
宏、宇、仁、寬、董、銳等等呢一啲嘅字眼。因為龍咧其實係天上物，亦都好罩忌會去困住佢啊。如果用到以上嘅字根咧，亦都會形成一個困龍局，即係會主妨礙發展啦，亦都係主受障礙。亦都有數據顯示，分析10萬筆姓名資料，如果帶山字部嘅屬龍人士咧，其實佢嘅創業比例咧係會比平均值低23%。而第二個要注意嘅咧就係忌用一啲狗、戌、犬、狗爪邊啦，同埋兔、卯、木等等字根呢啲字眼，就例如成、勝、敵、威、嚴、猛、柔、成、日、流、深、從、輕、胡等等呢啲字。因為龍同狗辰戌咧會形成正沖，而兔仔同龍咧亦都會相害。龍除咗唔中意見到狗，亦都唔中意見到兔，所以有句說話咧就叫做青龍見兔淚雙流。而第三點咧就係忌用一啲蟲字根啦、撐艇仔、蛇字邊、川呢啲字根嘅字，就好似咧遠、庭、敵、遠、希、見、信、同、紅、密等等嘅字眼。因為咧當龍咧遇上以上呢啲字根嘅字咧，就會令到佢降格啊，即係主地位下降。咁當然我哋就避免使用佢啦。而第四點咧，亦都係忌用一啲人、小、上、士、次字根嘅字，就好似輪、見、位、依、微、休、知等等呢啲字眼。因為咧龍咧係中意做大，唔中意做細啊，所以遇到以上嘅字根咧，亦都會令到龍咧有降格啦，甚至乎被駕馭氣勢下降嘅意象。而第5點要注意嘅咧，就係忌用一啲玉啊、禾、斗、麥、米、樹身邊或者有心字部嘅字，就例如慈、義、儀、情、清、銳、悅、懷、益、智、忠、行、思、恩、惠、海、良、倫、麥等等呢啲字眼。因為以上嘅字根咧，其實都唔係龍主要嘅食糧啦。龍喺天上咪其實係唔需要食嘢嘅，咁用到以上嘅字根咧，我哋亦都係主不得食。其實將唔同嘅字放喺唔同嘅位嘅影響力都會好唔一樣，就好似姓氏、名一、名二配置唔同咧，其實都有唔同嘅影響。有啲位其實可能會影響到你早年嘅讀書運，有啲位咧亦都會影響到你嘅人際關係啊、表達能力、感情發展，甚至乎咧有啲位會影響到你嘅事業啦、守財能力、有冇錢剩同埋健康。一個好嘅名咧，應該要同你嘅命格咧達到好多方面嘅平衡。因為名除咗係我哋個人嘅身份象徵之外咧，亦都會影響到我哋嘅能量啦，同埋我哋嘅行為表現。好嘅名係有助我哋增強我哋嘅自信心，可以令人哋留下一個好深刻嘅第一印象，亦都係你社交嘅通行證。好嘅名亦都可以加強你嘅機遇同埋人際力量，甚至乎喺職場、社會發揮到影響你。而為咗多謝熒幕前嘅你咁有耐心睇到呢一度，而家我將會對外開放5個名額，提供10分鐘嘅免費線上姓名諮詢服務。如果你都想獲得呢一個機會，只需要喺下面嘅評論區打出知名深方免費姓名諮詢，咁我哋就會私底下聯絡你，同你預約進行諮詢。咁名額咧亦都係先到先得。又或者你直接有需要為你自己啦、小朋友，甚至乎係公司去改一個名嘅話，都好歡迎你點擊下面 info box 入面嘅連結，同我預約進行諮詢。我哋喺下一條影片繼續再見，拜拜。